今天是202010月22日，再过几天就是重阳节，天气也渐渐变冷了，所以我今天特别录这段影片送给大家。人讲一句，无钱无健康，一切都成空；有钱有健康，万事都亨通。所以健康很重要。早上起床不要熊一下子下床，很容易中风的。所以呢，我今天要表演一段口诀，对健康有帮助。这是一个老师傅的祖传秘方送给我，长达那么多年来我都这么做，很方便，又携带方便，甚至呢不用花任何1毛钱。我来念这段口诀给大家听：一热，2眼，3鼻，4脊，5脸，6耳，7上，8下，9头，10肩，就那么简单。我开始表演动作给大家看，一起跟我学哟。一热，2眼，烫眼睛，让我们眼睛越老越明亮，多搓几次都可以。好，一热，来，2眼，对，3鼻，鼻子呢是三角形，就预防感冒，而且预防早上起床遇到冷空气打喷嚏。好，4脊，这是人中长寿，都按摩它。好，5脸，5脸呢也可以记敷脸，好记吧？搓到热热的，有预防有皱纹，对，磨皮磨脸，你看脸都红了。再过来呢，6耳，耳3加起来就6，用这虎口往上搓，而且耳朵呢搓热了，全身的循环都起来了，热腾腾的6耳。好，再来7上8下，我们的肠蠕动呢，上横结肠，下结肠，所以呢一定要这样搓，7上8下。再来9头，一定要用我们的爪子，这样子就像针灸穴道一样，9头穿过百会到后面去。好，最后咯，10肩，过了50就很怕50肩，所以两边都要搓，由上往下搓，就这么简单。再来一次，重复一遍：一热，2眼，3鼻，4脊，5脸，来6耳。好，7上8下，9头10肩。按摩完毕之后呢，喝个500cc 的温水，这样早上起来就很好。好热了，就那么好记。我们要一起好，一起老，一起像个宝。记得帮我广传哦。我叫金门小公主，爱你，爱自己，我们一起为健康而活，加油加油加油！